各位同學大家好啊！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5題嘅選擇題啊。以一個與水平成夾角60度嘅10個牛頓嘅力，OK， 好啦，咁呢就沿水平面呢拉動一初始靜止嘅方塊，即係咧初速係0嘅方塊與水平面呢之間嘅恆定嘅摩擦力，即係咧我哋如果喺畫圖方面呢，就係佢有一個向後嘅摩擦力，知道㗎啦，佢係2個牛頓，不斷咁佢一路行，佢一路捽住佢 ，OK。方塊運動咗5米之後，即係話咧呢個盒咧行咗5米嘅距離喎。OK，好啦，咁問你究竟嗰個動能增加咗幾多呢？咁樣好啦，咁好明顯好簡單嘅一題計算功嘅一題問題啦，即係計算佢嘅能量增益嘅一個問題啦。好啦，真正能夠令到佢嘅動能產生嘅呢，咁我哋考慮呢就係水平方向嘅運動，因為呢如果係高度有增加嘅話呢，就係勢能嘅增益。咁但係佢而家冇喎，佢淨係喺水平面推動啫喎，咁所以呢佢就係動能嘅增益啦。OK， 好啦，咁10個牛頓乘翻 cosine 60度先至喺水平嗰度呢，係對於呢個盒嚟講呢係有動能方面嘅增加嘅。咁10乘 cosine 60度即係5個牛頓。好啦，簡單到不得之了，呢幅圖呢將會變成一幅咁嘅圖畫啫。5個牛頓有2個牛頓嘅摩擦力去拉佢 ，OK。但係咧呢個過程呢就 last for 即係行咗5米嘅距離嘅，非常簡單。我哋將佢涉及嘅剩餘落嚟嘅力 ，OK， 即係話剩餘落嚟嘅力呢就係5減2啦，即係3個牛頓。將呢個3個牛頓嘅力呢，就拉喐咗呢個盒呢，就係5米嘅距離嘅。OK， 亦即係話，OK， 亦即係話佢嗰個得出嚟嘅能量增益就係3乘翻5米啦，即係15個焦耳，非常簡單。呢一題嘅答案係 C 啊。呢一年咧揀啱 C 嘅同學仔咧，總共有75%啊，相當之高嘅。咁希望咧同學仔其實你都應該係識得答呢個答案㗎。同學仔加油啊！拜拜。